大家好，我係阿飛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疤痕沾黏呢個問題。好多媽媽開刀生完 BB 之後，無論生完幾耐，都會出現下腹冇力、呼吸唔順、上下背痛、頻尿等等嘅困擾，其實都可能源於疤痕沾黏嘅影響。以我自己為例啦，咁我開刀之後咧，表面嘅傷痕咧，其實都冇肉芽，亦都冇凸起，亦都冇呢個蟹足腫嘅。咁但係當我用力嘅時候，譬如做一啲 side bend 啊，或者係下腹比較 hold 住練腹肌嘅時候，都會有少少脹起、凸起，覺得唔舒服。開刀手術之後咧，我個醫生咧已經用呢個防黏貼片啦，咁亦都減少咗發生疤痕沾黏嘅機會㗎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始終我哋開刀嘅手術咧，將我哋皮下嘅組織啊、啲筋膜層啊、子宮啊切開咗，亦都再縫翻佢。咁所以其實傷口嘅護理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表面疤痕咧可以靠一啲疤痕貼啊、除疤貼啦，或者除疤膏去護理佢啦。咁但係底下嘅傷口咧，我哋就可以靠一啲呼吸練習、運動同埋按摩手法去將佢好好咁樣護理，防止疤痕沾黏呢一個影響啦。剖腹產後大約2至3個星期，表面傷口已經愈合，亦都冇任何唔舒服嘅情況之下，就可以由呼吸練習開始。鼻吸脹肚、鼻呼收肚，同時收緊回音，訓練埋骨盆底肌，改善尿滲同子宮下垂，增加腹部筋膜嘅彈性。皮膚表層嘅傷口愈合之後，就可以輕輕由疤痕周圍開始細力按摩，亦都可以由上而下、下而上按摩。大1個月之後就可以直接按摩疤痕，咁有3種手法。第一，左右按摩，由左或者右邊輕輕力按壓疤痕。第二，畫圈按摩，輕輕按壓疤痕，順時針或者逆時針方向打圈按摩。第三，上下按摩，輕輕按壓疤痕，上下垂直方向按摩。但記住，蟹足腫疤痕係絕對唔可以按摩，即係表面已經有肉芽或者不斷增生，疤痕變得比原本傷口仲要大，睇落好似螃蟹向外伸長嘅腳。咁我哋會建議同皮膚科醫生或者專業嘅醫生尋求協助。媽媽記得要細細力同埋慢慢做，每日花幾分鐘嘅時間去按摩疤痕周圍，耐心咁將黏液組織消除。需要嘅媽媽記住 save 低，每日都做啦。